再来看桃园有一个查甫人，去年底互警方抓到啉酒赛车，嘛互以违反公共危险罪起诉。也毋过，这查甫人是强调讲，伊无啉酒，是使用一款落喙的产品。桃园地方法院伫个审理的时，嘛现场要求讲伊搁试一届，结果落喙后3分钟酒测同款超标，所以最后法院是判伊无罪。车祸事故检方接到报案到场，先进行酒测。桃园一名细过查甫人，去年12月暗时刷车弄到抽水莫达，酒测达到0.58毫克。细过查甫人讲无啉酒，是使用有酒精的落喙水。听到会不会觉得还蛮讶异的？对，真的。哦。警方认定涉及酒驾移送地检署侦办，细过查甫人妨以公共危险罪嫌起诉。不过桃园地院审理了后，针对细过查甫人主张，依照相关证据调查的结果，未当排除被告伫酒测进前有使用含有酒精成分的落喙水落喙的可能性，所以法官要求同款的落喙水、同款的酒精测试器当场勘验。细过查甫人酒测值是0，使用落喙水了3分钟，佮使用矿泉水落喙，酒测值是2.12毫克。被告在接受酒测的时候，有可能因为使用含酒精成分漱口水，漱口的结束时间还没有达到15分钟，导致检测所得数值超标。辩方表示，以检察官所提出的各项证据，形成有罪明确性不足，应该提出实质举证，所以判被告无罪，专案由原会当上诉。记者综合报道。